富蝶邨3至4人公屋單位裝修完工，客廳以柔和嘅米同暖木色為主調，明亮而舒適。木色家具增添咗自然嘅溫暖感，定製特大師置櫃提供充足嘅收納空間。房間利用木質家具打造出充滿自然和諧感嘅休息環境。寬敞嘅內嵌式衣櫃連書台，提供充足嘅掛衣同收納空間。和風趟門設計簡單實用，節省空間又美觀。選擇咗充滿活力嘅紫藍色床，清新生動。大型衣櫃連多功能書桌，方便存放衣物用品。廚房用咗明亮嘅淺藍色櫥櫃同白色台面，形成清新對比，增添活力感。牆身用咗不鏽鋼材質嘅背板，易於清潔且耐用。廁所加入咗圓角設計，減少碰撞傷害。整體設計強調簡單實用性。想睇到更多裝修案例，就快啲 follow 我哋啦！我哋仲提供免費上門度尺報價設計畫圖，歡迎致電查詢。